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树。今天是2025年1月13号，这一期咱们还要聊李雨雪的这个话题。最近这几天，关于李雨雪这个话题在油管上，我看引起了很多人的评论，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了这么多人，在我的节目下面进行评论。这个评论我看了之后，确实感到很悲哀。关于李雨雪做了3-4个节目，即便江西的警方还有街道联合出了个通报，最后应该是11月11号又出了个通报，非常详细。还有人在那儿造谣，说这个李雨雪没问题，精神正常，说这个官方的通告都是假的或者不可信，说认可这个情况通报，你就是大外宣，你是来带节奏的。今天我在网上我又看了一个江西电视台的一个报道，这个报道比较详细的反映了李雨雪的一个情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。这是李雨雪居住的地方，从2018年开始，她便一个人居住在这里。社区工作人员说，李雨雪基本上足不出户，而且有怪癖，她怕进卫生间，怕扫把，洗澡从不进卫生间洗，而是拿着淋浴头在厨房洗澡，并且一洗就是几个小时，大量的用水渗透到楼下，令楼下的住户饱受折磨。早在2020年，江西电视台都市现场栏目就曾报道过邻居投诉李雨雪房屋漏水。我们这样接手啊，没有办法呀，滴水啊，那个脏水也滴下来呀。你看这里，还有水了，看到吗？真是活不了，到晚上就滴答滴答滴答这样响，晚上又静下来，靠外面身体不太好，他有些浪费，一洗了就睡不了觉。由于漏水问题，李雨雪家楼下503室陶姓房主花了70万购买的此屋，房屋装修被漏水破坏，一直无法入住，损失巨大，房屋至今空置。迫于李雨雪精神问题，他们也是敢怒不敢言。我们怎么住呢？我们根本无法生存了，在那里去跟楼上这个人好好的谈也谈不通，报警啊什么都用了，没有用的。我有一次去过他家，他应该是把他往厨房那里全部就洒了一遍，因为我看到他的桌子上全是水。此外，在李雨雪居住楼层的楼道内，台阶上垃圾遍布，满是吃剩的汤水，甚至还有一些装有粪便的袋子以及卫生巾等。楼外的树上、车棚顶上也挂满了李雨雪丢下的尿袋和各种生活垃圾。李雨雪丢下的垃圾曾将电动车棚砸了个窟窿。有一次，李雨雪甚至将装有钢筋的垃圾从阳台丢下，砸中一孩童的头部，导致小孩受伤，让邻居、保洁员和社区工作人员都苦不堪言。反正我们是亲眼看到的哈，那个树上啊，就是他那个用那个垃圾袋呀装了尿，往楼下丢，就往我们庭院那个一个树上，他丢了2年。还有那个卫生巾啊，这种那种睡裤啊，那种都是往那个前面棚子地下丢的，我们都看得到的。但是我每次上后敲门都没有不开门的，不回应的。8楼住户说，因为自己曾向社区反映过他的不良行为，李雨雪便采用震楼器骚扰，甚至镰刀恐吓，令他们一家有家不能回，在外租房，妻子因此还患上了抑郁症。他住6楼，我住8楼，大概住了9年多。他就是24小时震动神器。那震动神器里面声音呢，就是那个我们看恐怖片、鬼片的那种鬼哭狼嚎的那种好难受的声音，就是很恐怖的声音。因为这个老房子是一直板的，传得更渗透，功率更大。一到晚上大家安静睡觉的时候，这个声音就能听得到。后面就是专门针对我老婆带着小孩上下楼的时候，他就丢垃圾。其中还有一次，他是拿那个尿袋子，为什么知道是尿？有骚味，黄色的有骚味，闻得到，丢到我老婆身上，这样砸下去。我老婆就到了后面恐惧到什么状态，就是我小孩到了5楼半就不敢上楼，就是一句妈妈我害怕。但有一次就是说他直接把镰刀就捅出来了，而且嘴巴里说我捅死你去，说过这种话对我老婆说的。逼得没办法，为了小孩的安全，大的相当于我小好一点。就说没办法，先暂时的搬出去。丝毫没有公德心的李雨雪，让楼道成了水帘洞和臭水沟，整栋楼的住户们为此深受其害，有家难回。李雨雪所在的单元楼内，先后有4户人家因无法居住被迫搬离。因为内心对扫把的恐惧，每当李雨雪看到扫把时，情绪都会立刻失控。负责打扫楼道的社区保洁也表示，每次他在楼道用扫把打扫卫生，李雨雪就会通过门口的监控对其破口大骂，进行恐吓和羞辱。
我其实从来都没看过他，见都没见过他，就是有一次我就把扫把把那个脏东西刷下，他就在递那个摄像头，说我刷到了他的脸了，在那骂我全家，还有些骂我，你怎么不早点就死掉？他说我。据保洁员称，一直闭门不出的李怡雪，总会一想被他手中的扫把打到，每天都要对着监控画面一帧帧反复进行确认。这种病态的偏执让李怡雪变得歇斯底里，甚至曾扬言要用刀捅死保洁员。我不要看到扫把，今天这个事情没有完。我觉得他那个扫把弄到我了，包括上一次的监控，我对到今天我还没有对清楚。你知道他来一次我要对几天的监控吗？你知道他每次来一次我要增加多少工作量吗？我每天早上，因为早上不敢吃早点，不敢点外卖，甚至我早上我连客厅我都不敢去啊！你知道他给我增加多大的心理负担吗？操你妈个逼！我说了不要惹我，不要再让我在监控里面看到有扫把，有人带着扫把上来。我在监控里看到他来的时候，我分分钟都想冲出去捅死他。老子就是没有搞死他，是不是？老子就是要给他搞一餐死的，他才真的不敢。老子不捅他，他是真的不会怕，是不是？操你妈个屁！我怕他这栋楼的人都死光。情绪失控的李怡雪要求保洁员和社区工作人员用扫把互相殴打，并拍摄视频。保洁员因害怕而照做后，李怡雪又以不能用扫把棍，要用扫把头打脸为由，要求保洁员和社区人员用脏扫把互相扇脸，才肯罢休。他肯定委屈，我都想哭，现在我都是我走了，我都不想做了。每次我到他楼上去，我都脚都打抖，我真的好怕。情绪失控的李怡雪还有另外一面。据其他邻居反映，李怡雪还经常一丝不挂，在楼道内走动，拿取快递外卖。对此，邻居们不胜其扰，却也无可奈何。就在过道上面裸体站在那里，你说一个正常人在过道上光着一丝不挂，叫他进去几次穿衣服都不穿，就站在那里，你说正常人能干这种事吗？李怡雪如此反常的行为，家人为何不加以管教？社区工作人员、媒体记者以及街坊邻居多次与其家人联系，但得到的回复竟是这样的。我现在也联系不上他，他已经成人了，他成年人了要我管干嘛？他所做的都是他自己的事情了，难道要我一个老人来管？出生于1991年的李怡雪，在她8岁的时候，母亲病逝，父亲也对其关心较少。看着李怡雪长大的403住户说，李怡雪现在这种情况和她父亲有很大的关系。他没有母亲，他有父亲跟没有一样。如果他有一个称职的父亲，带他去看，多爱抚他，给他一点温暖，他不至于限制。邻居说，网络视频中的李怡雪，其外貌、谈吐、思维方面给人感觉都很正常，但现实生活中的她却截然不同，属于网上网下两个状态因人而异的双面人。他清醒的时候，他露一段；他不清醒的时候，就是没人看到他的负面的后面的东西。我们跟他邻居就是直接了解，可以说我比他父亲还了解他。他是控制不了自己，他做的事是控制不了，其实他就是有病的人。这个电视台的节目看完之后，可以说是对吧，已经很说明问题。当然到这儿依然还有人对吧说这个不可信，因为电视台这些都可以请人来演，不足为信。你应该把李怡雪放出来，让他自己说话，这些就没有必要再费口舌啊。因为你无论怎么做，他就是不信，所以他宁愿相信那些谎言。最起码的，他是缺乏一种叫逻辑思维能力，自己一没有社会阅历，第二也缺乏分辨的能力，所以他只能相信一种事情，他自己没有办法分析。关于李怡雪这个节目这个事情啊，我从第一期我就说了，我判断李怡雪这个人精神有问题，他是个病人。但同时我也认为官方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程序上有问题。我的节目都在，官方处理李怡雪这个事情程序上有问题，不能否定李怡雪她是个病人。到现在为止，你如果还认为李怡雪是个正常人，那就是你该去医院做个全面的检查，你应该是个病人。所以这里面说一说油管上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。一种是无知群众，主打一个无知愚昧，走到哪儿都要被收割，无论是他从大国到了美西方还是到了非洲，他都是被收割的对象，都是人家发币的对象，都是人家募捐的对象。这个例子咱就不举了，大家都知道。他在国内那很有可能被
弄到妙洼底，都是这种人。他只不过机缘巧合，命好，去了美利坚，去了加拿大，仅此而已，不代表他认知高，也不代表他见识广，蠢起来和这些小粉小红没有区别，他本身就是小粉小红，出了国放飞自我。第二种什么人，就是别有用心，故意搅浑水。这些人是什么人？这些别有用心的人，他也分两种，一种他就是无脑反华。什么叫无脑反华？你说什么都是错的，反正就跟你反着来，你说东他就说西，你说南他说南不对，必须是北。这种为了反而反，非常荒谬。就哪一天央视说啊屎不能吃，那这些人他马上就说屎能吃，不信我吃一个给你看看。他都是这种人，在我评论区下面有很多这样的人，你要越说屎不能吃，他越要吃，而且要吃给你看。这就是为了反而反，反正你说的都是错的，跟你反着来，所以你就会掉入别人设下的陷阱。所以这种也是傻又蠢。第二种什么人？帮凶。这些人才是所谓的大外宣，真正的帮凶。他只不过他的存在，他的言行是为了迎合物业，但物业说外面的评论，外面的都是谣言，他的存在就是为了验证。你看物业说的就是对的，确实都是谣言。所以你们要小心点，不要听信这个外媒的说法或者外面的言论，那都是谣言。他们在那儿亡命的造谣，就是想验证物业说的是对的，配合物业来给这个墙内的人洗脑。那这些人才叫可恶，无论他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这些人才是大外宣。有人打一个比喻，说养猪场的主人发现这个猪越来越难养，这些猪不好好吃食，就总是抱怨这个猪食不好吃，猪圈的条件不好。然后这个养猪场的主人没有办法，为了今年的丰收，所以他就为了让猪长膘卖个好价钱，所以他只好不停的提高猪的饲料的质量，给猪改善的居住环境，多请人打扫。但是就这样，这些猪还是不满意，时间一长了，他还是抱怨环境不好，吃的不好。这个养猪场的主人非常头疼。有一天啊，他家来了个朋友，他就把他的苦恼跟他的朋友一说。这个养猪场主人的朋友说这个好办，说你已经犯了个错误，你如果就这样满足这些猪，那这猪的要求是无穷无尽的，直到他以后这些猪要跟你平起平坐，你也卖不了他了。那主人问怎么办？他说他越让你提高待遇，你越不要提高。你要告诉猪，目前这个环境已经是来之不易，猪圈的外面有狼，随时要进来吃你。我们现在所有的资金都用在防狼上面，没有办法给你提高你的伙食，改善你的居住条件。这个狼随时要冲进来吃你们。这个主人一听靠谱，但是主人一说咱们这儿没狼，听说过有狼。朋友就跟他说那你不知道找几条狗化妆一下，让他们演狼吗？这主人一听对，有道理，找几条狗把它打扮成狼的样子，在猪圈外面乱晃悠，没事叫两声。这些猪一看外面果然有狼，马上就老实了，再也不提什么饲料要改善，环境要改善，害怕自己被狼吃了。那些在网上散布谣言的，实际上他就是那个被化妆成狼的狗。他为谁服务呢？他的存在就是为了验证主人说的话是真的，脱离了事实的本质，脱离了真相。我们常说真相本身就是力量，没有必要你去靠造谣造出个真相，真相本身就能说话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把真相呈现出来，最大可能的呈现出真相，而不是按照你的立场去塑造一个真相。我看这些评论的人99%的都是立场先行，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他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的思维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李一雪他就是个病人，这个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好否认的？他是个悲剧人物，自小母亲去世，有可能受了刺激，至于什么原因形成的病这不好说。总之他父亲恐怕也不想管他，或者是管不了。你没有跟精神病人打过交道，你根本就不理解这家属的痛苦，这个邻居的痛苦，这些需要丰富的生活阅历。李一雪的父亲估计60多岁，文化程度估计也不高，家里的女儿这样邻里不和，他也没办法处理，估计他早就把他女儿当成一个累赘，也可以说是叫束手无策。你不要说李一雪这样的病人，有的是正常人，父母也没有办法干涉，也管不了，这很正常。这些人造谣都是有迹可循。还是江西李乡长这个事干出来也是的，各种谣言说那个李乡长已经死了，李乡长是为了反抗什么毛书记的强奸，这怎么样，大家还回忆一下，这个谣言难道还少吗？最后水落石出，无非是狗咬狗一嘴毛，两个贪官没有达到彼此的目的，但是就有那么一群傻子，他非要为其中一个贪官说话，不惜造谣。这个事情刚过去，我们对这个事情有个基本判断，这个判断是尽量是还原真相。如果这个真相就跟官方说的一样，那也没办法，你不能说因为你说的真相跟官方一致，那我们就不承认这个真相，我们就要反着说，那你就会掉入别人给你挖的陷阱里面。有人就要求希望出现这么一个效果，就像加藤老师一样的，加藤老师特别喜欢别人造他的谣，越低级的谣言越好，然后他通过辟谣来
证明自己都是对的，所以前面真正的错的也被掩盖。这些都是常用手法。你们很多人太幼稚，还有一些人就是你说的任何东西必须要跟他想象的要一字不差，跟他的口径要完全一致，稍微不一致他马上就能上来说你是什么大外宣。你说这些人可怕不可怕？万一他哪一天当了物业，那比现在的物业更可怕，更邪恶啊！他还没上台他就已经要求你一字不差。这些人的作用不管他是主观还是客观，他的作用无非就是主人请来的狗，或者主人的狗把它扮成狼来吓唬猪，告诉这些猪你要换一个更惨，物业还是我来干吧，你换个物业更差。当然了，这里面很多是翻墙出去的，翻墙翻得太猛，把脑子丢在墙内了，人出去了，脑子还在墙内。早上起床起得太猛，脑子落枕头上了。记住了，你散布这种低级谣言、造谣、抵制真相，实际上是在帮助别人，帮助物业。你还以为你在做一个什么伟大的事情，多幼稚，傻不傻，蠢不蠢？我也一直说造成现在这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是塔西佗陷阱这个现象，那是因为他1次、2次、3次撒谎被众人抓住，你撒谎的次数越多，被揭露的越多，那塔西佗陷阱就形成了。但是塔西佗陷阱形成了，你不能因为有塔西佗陷阱你否定真相，对吧？真相你该承认还得承认，这叫实事求是。你不能因为塔西佗陷阱你不信了，人家说的真相你还是不信，或者是他真实的部分你也不信，一概不信，那就是落入圈套，你不过是从一个坑跳到另外一个坑。所以我们要从自身做起。如果你看到这些造谣的，这个散布低级谣言的，传播低级谣言的，这些尽量远离他。这种人不是什么好人，你别管他打着什么目的什么旗号，这些人就比现在的物业恐怕要可恶好几倍。看到这样的人，大家要自觉的抵制，要当心。就像那个小粉小红在国内说这个汉奸那个1450一样，他们才是汉奸。在国外说你是什么大外宣的，这些人往往自己才是大外宣。三观不合的，智商不高的，我是建议不要在我这儿看，你愿意去哪儿去哪儿，没人在乎你，没人在意你看不看。还有人写什么取消订阅，你真是吓坏我了，弄得我好紧张，我现在好焦虑，缺你一个订阅我饭都吃不下。我也不知道这人他脑子是怎么长的，真是个大宝贝。好，这期节目咱们就聊这么多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